9:21地震演练9:219点21分，大地震的防灾演练。义德工商哦，书包放床上，手机上也有传来简讯，国家级的这个灾变的通知哦，警示啊，警示。哦，义德工商，家，在2018年中华民国107年9月11号9点21分，启动这个地震防灾演练。哦，学生从楼上下来，头顶着书包，还走向大操场。